嗱，今日見到一則咧港車北上入平油嘅攻略喎。今日眾所周知啦，香港入油啊，全世界最貴噶啦，number one啊。嗱，普通汽油咧講緊都接近30蚊1公升啊。咁減埋啲乜乜折扣、物物折扣，減嗰10蚊8蚊1 litre，其實20蚊頭嘅汽油價格咧，真係堪稱都係世界冇邊啲地方、邊啲國家咁貴噶啦。咁有朋友上開去經呢個港珠澳啦，揸車過關嘅時候都留意到，哇，好多車大部分咧都係仲係汽油車嚟嘅。當然啦，有一小部分係電動車啦。咁啊，電動車個里程所限，譬如你過咗橋上大陸，去到咧其實要叉電咧，有時候要轉插啊，都係一件麻煩嘅事。咁加上突然間個充電樁插唔到，或者係唔知去邊度揾嘅時候咧，或者係俾人佔用咗插唔到電咧，其實你都幾頭痕嘅。咁喺澳門或者國內入油啦，當然就平一橛啦。以國內為例，其實佢有分92、95、98 3隻油嘅。咁啊，主要講緊個辛烷值唔同嘅啫。數字越高咧，98咧嗰個爆炸力就當然會勁啲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揸緊架跑車咧，嗰個 engine 對嗰個油嘅要求咧都係比較高啲嘅。嗱，入錯油咧，即係隨時咧就傷引擎喎。即係你一架高性能跑車，如果你入啲92或者95嗰低辛烷值嘅油，有時咪叫踩唔起咯，啵啵啵咁樣。即係架車好立啊，踩唔起，有啲異樣啊。咁如果揸得跑車咧，唔好慳嗰少少錢啊，入翻95或者98比較貴少少辛烷值嘅電油咧就比較理想嘅。咁我過得橋要俾300幾蚊橋費來回啊。咁啊上到去自然食完嘢玩完，梗係順便入埋油先落翻嚟噶啦。其實籠統啲講，上面入油等於香港嘅1/3價錢，咁啊真係爭好遠嘅。扣除埋你翻嚟嗰程咧，當你100公里鬆啲啦，咁啊都點計都有着數嘅。嗱，香港同內地汽油嘅差異咧，其實喺邊度咧？其實咧國內就可以揀92、95、98，啱啱講呢3個辛烷值嘅汽油啦。咁香港就冇得揀啦，佢就問你普通定係超級，其實都係即係講緊個添加劑嘅分別嘅啫。咁以往咧就話個油底新加坡入口又點啦，而家都係國內嘅油底嚟噶啦。其實揸落咧你又會分別唔係好大嘅。如果你唔係揸啲高性能跑車或者有 turbo 嘅車，基本上咧就95其實夠晒用噶啦，都係。咁啱啱講呢個辛烷值越高咧，佢嗰個爆炸性就會越強啊，所以咧即係都係添加劑嘅問題啦。所以咧，你揸落呢架車就會爽啲，有時甚至乎會慳油咗嘅。咁啊，調翻轉頭啦，價錢當然係更加貴少少啦。嗱，通常車廠咧每架車都會建議你用啲咩汽油，個辛烷值去到邊個位嘅。咁如果你保守啲，咪用翻95就最穩陣啦。咁啊，甚或乎一啲嘅普通叫腳車啦，其實92都可以應付到噶啦。嗱，好多時咧打開個油缸蓋，佢就會有張 label 黐咗喺度，係你啊參考翻即係車廠俾你嗰個數值去入翻啲咩油啦。咁如果你係一架普通嘅細車，其實又唔需要用到98嘅汽油啊，即係嘥咗佢嘅啫，即係得個貴字咯，而發揮唔到你本身架車嘅性能嘅。咁啊睇完呢篇攻略咧，又學到嘢喎。哇，咩叫烤缸咧？烤缸就係為啲油唔夠燒啊，噼里啪啦踩極都唔去。嗰啲即係金屬摩擦嗰啲聲音啊，叫烤缸。嗱，辛烷值咧就係量度汽油嗰個抗爆炸性一個指標嚟嘅。所謂爆震咧，就係講即係呢個引擎發生唔正常嘅燃燒，咁當然會積碳啦，亦都係造成唔尋常嘅震動，即係包括怠速啊或者行緊嘅時候，即係好冇力嗰種狀態。咁喺香港入油咧，其實冇得你揀，就唔會發生呢啲事嘅。只不過如果你個車本身個規格太高啦，咁你入啲渣嘅油落去就會發生呢啲咁嘅情況咯。嗱，尤其係喺上緊斜啦，你要俾油加速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聽到啲高頻率嘅金屬敲擊聲，咁呢啲就叫 locking 啊，叫烤缸，各咁樣嘅。咁如果入錯油，即係都時不時都有所聞噶啦。香港譬如你電油車入咗柴油咁點咧？基本上咧你都要即刻放油，跟住洗一洗個缸咁樣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對個引擎造成損害啦。嗱，呢啲情況發生嘅時候咧，就要揾車房或者專業人士檢查。車頭震咧就要檢查翻嗰個機械嘅故障可能性啦。
嗱，最直接嘅辦法咧就係入翻啲汽油添加劑，即係將佢嗰個辛烷值拉翻高少少，咁啊試有冇改善嘅狀況啊。如果真係唔得嘅，放咗缸油咯，唯有。如果 OK 嘅，咪用住先，用完跟住下次入翻個正常嘅辛烷值嘅汽油咯。所以話咧，即係貪平都要貪得精明啊嘛。嗱，港車北上去入油就大家要睇路，要注意翻啊。咁啊，基本上咧，我試過幾次入98油咧，其實咧都同香港啲油差唔多，甚至乎比香港啲油更加好力添。有時咧，香港入完油咧，個車都唔係咁好狀態嘅，即係估計可能個添加劑唔啱，即係唔夠啦，或者係天氣個溫度啊、濕度啊，都對架車嗰個性能都會有影響嘅。同埋平時保養啦，包括你啲風格啊嗰啲係咪通爽，咁呢啲都要注意啦。嗱，呢個香港地高油價不爭嘅事實啦。咁如果你有呢個港車北上，就梗係喺大陸入埋油先翻嚟啦。咁唔知你又有冇試過入啲低辛烷值嘅油，令到架車噼噼啪啪打泡、烤缸嘅狀況呢？都可以喺下邊分享話俾我哋聽㗎。